你有冇見過用玉石同黃金做出嚟嘅衫？2000年前嘅漢代真係有一種好似傳說咁嘅裝服——金縷玉衣。幾百年嚟，盜墓賊幾乎將漢墓掘到七七八八，但係從來冇人真正見過佢嘅真面目，所以好多人都覺得呢樣嘢只不過係古人嘅想象。直到1968年，一次意外爆破，炸開咗一座從來未被盜過嘅西漢大墓。郭沫若親自帶隊喺入邊揾到一件用2480塊和田玉、1.1公斤金絲製成嘅完整玉衣，直接令在場所有人睇到眼濕濕。更誇張嘅係，墓主人劉勝居然喺另一座墓入面，仲幫老婆都訂製咗一件女裝版。呢件金縷玉衣到底搶成點？佢真係可以令人千年不腐咩？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件被禁止出國展覽嘅國寶。一直以嚟，中國人對玉都有一種好特殊嘅感情，尤其喺古代，玉被視為君子嘅象徵，而且玉仲被認為可以辟邪避魔，保佑佩戴者平安吉祥。漢朝人相信，將金玉放喺死者嘅狗竅入邊，人嘅精氣就唔會外泄，能夠令屍骨不腐，甚至可以求來世再生。對中國古人嚟講，下葬本身就要着衫，但係對帝王嚟講，就要將衣物呢樣嘢發揮到極致。金係最稀有嘅東西，而玉就係一種高貴嘅禮器同身份象徵。咁如果用金同玉整成一件完整嘅衫，將成個人包裹起嚟，就可以達到凝聚精氣、轉世重生嘅目的。而呢種奢華嘅殮服係皇帝同部分高級貴族死後先可以專用，只存在於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呢400年間。再加上盜墓風氣猖獗，呢種衣服喺幾千年入邊都未曾真正面世。除咗皇帝同諸侯王下葬專用嘅金縷玉衣之外，其他貴族就會用銀線、銅線編織出嚟嘅玉衣，叫做銀縷玉衣、銅縷玉衣。金縷玉衣係漢代規格最高嘅喪葬殮服。根據古籍記載，漢代帝王下葬都會用朱如玉笈、金絲連接、形如亥玉架。呢種玉笈就係人哋成日講嘅金縷玉衣。關於金縷玉衣嘅來源，大概出現喺西漢漢文帝同漢景帝時期。根據研究，呢種衣服有可能起源自西周時期嘅贅玉覆面，即係一種玉質面具。呢種玉面具流行於西周時期，要先用絲織品包住死者嘅頭部，然後再用碎玉一塊一塊縫喺絲織品上面，形成一個面具嘅形象。去到西漢時期，呢個規格發展到巔峰，於是就誕生咗金縷玉衣。有一種講法叫做漢墓十墓九凶，講嘅就係漢代皇陵被盜嘅情況非常嚴重，甚至去到空前嘅地步。而呢件事同金縷玉衣有一定關係，亦都導致後世好少有人見過金縷玉衣嘅真實模樣。當時有一支部隊受命喺河北省滿城縣西南一座海拔200米嘅孤山上進行施工爆破，因為呢度嘅山體異常堅固，佢哋要喺呢度建造一座地下工事。但係點知第一次爆破只係震落嚟一啲碎土，連石頭都冇崩落嚟。後來佢哋上山查看，先發現山頂被炸出咗一個大洞，碎石全部都跌咗入去。於是有幾名膽大嘅戰士就拎住電筒入去查看，透過微弱嘅光線，佢哋見到呢個山洞入邊散落住好多古老器物，仲有一啲閃住亮光嘅物件。呢度好明顯係一座規格好高嘅墓葬。佢哋仲由山洞入邊取出咗一件青銅器，上面刻住中山內府幾個字。呢一件文物立即引起咗國家嘅高度重視，因為喺中國歷史上只有2個中山國，一個係春秋戰國時期嘅中山國，亦即係戰國七雄，秦楚齊燕韓趙魏之外嘅第8雄，即係中山國。另一個就係西漢時期嘅中山國，係當時漢景帝劉啟封自己12歲嘅仔劉勝做中山王，亦即係將自己其中一個仔封為諸侯王，而中山國就係諸侯國。歷史上呢2個中山國嘅屬地都喺今日嘅河北保定地區。而無論係邊一個中山國，都說明呢座墓葬係距今2000幾年嘅漢墓，甚至可能更早。要知道喺當時仲未發現過一座未被盜掘嘅漢墓，呢無疑會係一次重大嘅考古發現。國家文物局派咗專家過嚟對呢座墓葬進行鑑定，佢哋一到場就即刻驚呆咗，因為呢度出土嘅文物全部都係精美嘅漢代器物，形制之美、數量之多，簡直聞所未聞。最後佢哋根據出土文物上面嘅文字，考證出呢一座墓葬嘅主人就係西漢中山國第1代靖王劉勝，亦即係漢景帝嘅第9個兒子，亦係漢武帝嘅哥哥。按照漢代實行嘅20等爵制規定，郡國諸侯王係爵位最高嘅一級，僅次於皇帝。中山國入面所有公儀制度都同皇宮相似，可以想象得到劉勝喺當時地位有幾尊貴，墓葬規格又有幾高。喺《三國演義》入邊，劉備每次出場都會帶住一大串頭銜，中山靖王之後，漢景帝元孫，大漢皇叔。呢個中山靖王之後仲排喺第1位，原因係劉勝生前一共有120幾個仔，而劉備就係佢眾多後代之一。
即係第13世孫。呢件事說明劉勝生前身份尊貴，所以佢嘅墓葬規格咁高，一啲都唔出奇。咁呢座墓入邊係咪真係有傳說中嘅金柳玉衣呢？1968年，呢座難得一見嘅漢墓被偶然發現之後，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嘅郭沫若嚟到呢度，佢見到出土之後嘅文物，顯得極之興奮，因為唔單止係一座漢墓，仲係一座從來冇被盜掘過嘅漢墓。郭沫若受國家委託，開始組織對滿城漢墓嘅挖掘。當時部隊唔小心炸開嘅位置係墓穴嘅南耳室，即係分佈喺主墓道兩邊嘅房間，入邊放置嘅就係劉勝生前使用過嘅物品。當時部隊打開墓室之後，入邊本來應該擺放喺耳室嘅物品，全部都堆咗喺甬道上面。呢就說明下葬物品實在太多，多到連墓室都裝唔晒。其中南耳室就相當於墓主人劉勝嘅車庫，入邊放置咗3000幾件鎏金車馬具，有青銅馬具、木質馬具，上面仲有雕花細節，十分精美。呢啲全部都係劉勝生前6架馬車拆落嚟嘅零件，擺滿咗成個房間。呢6架馬車風格各有唔同，有日常出行用嘅馬車，有打獵遊玩用嘅馬車，亦有比賽用嘅馬車。呢就說明劉勝生前係一個興趣好多嘅馬車玩家。北耳室放置嘅係劉勝生前用過嘅生活器物，入邊堆滿咗大量精美嘅餐具同酒具，煲碗瓢盆樣樣齊，甚至仲隨葬咗一口磨，而且呢口磨製作得相當精緻，上面有好多小凹槽，可以整出口感出眾嘅豆漿。仲有一件器物，經過研究之後，亦都令到專家嘆為觀止。呢件嘢就係一個烹飪用嘅銅鍋，因為呢個銅鍋帶有2個 H 型翻扣，可以將鍋蓋牢牢密封住。咁樣做嘅目的係咩呢？我哋知道，一般燉肉都好花時間，主要原因係炊具密封性唔夠好，高溫水蒸氣唔能夠聚集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呢口可以密封嘅鍋就可以令水蒸氣聚集喺鍋入邊，加快肉類烹調嘅時間，亦即係類似現代高壓鍋嘅原理。呢口可能係漢代劉勝專用嘅高壓鍋，因為目前只係發現過一件呢類物品。呢就說明劉勝仲係一個好識食嘅人，但係識食之人多數都一定好酒。陵墓入面仲有好多精美絕倫嘅酒器，其中最珍貴嘅一件就係盧金盤龍紋銅壺，青銅製作，外部鎏金，壺身有4條獨手雙生龍，但係壺底就刻住一個楚字。原來呢件係楚國王專用嘅器物，而楚王喺7國之亂之後被處死，呢件物品被沒收。最後漢景帝將呢個壺送俾自己個仔劉勝，可見劉勝生前深受父親寵愛，天下又有哥哥漢武帝頂住，自己喺中山國穩坐皇位42年，縱情於酒色之間，生咗120幾個仔，可以話係人生贏家。中耳室裝住劉勝生前使用嘅床上用品，包括2套完整嘅遺像，即係漢代帝王臥室入邊用嘅紗帳。不過年代太耐，紗帳早就已經腐朽，只留低由120件青銅件組成嘅遺像骨架。去到主墓室，映入眼簾嘅竟然係一座用木頭同石頭搭建出嚟嘅房子。雖然大部分已經腐爛，但係房子輪廓依稀可見。將佢復原之後，應該就係劉勝按照自己生前臥室嘅樣子建造出嚟嘅縮小版。呢間房有大細2個房間，大房間入邊唔單止有劉勝生前用過嘅鐵質內夾，仲有一個做工非常精美嘅青銅跪臥小人，叫做西漢長信宮燈。起初專家認為呢只不過係一盞普通宮燈，但係研究過佢嘅使用方法之後，全部都大為驚嘆。宮燈內部係中空，可以盛水，蠟燭點燃之後，煙塵會順住宮女嘅手臂進入體內，再融入水中，唔會令到房間煙霧彌漫。呢真係算得上係當時一項黑科技。長信宮燈獨此一件，被列為國寶級文物。最後嘅小房間就係真正嘅重頭戲，入邊躺住嘅竟然就係傳說中嘅金柳玉衣。據講當時郭沫若睇到之後，激動到流低眼淚。雖然劉勝嘅屍體早就已經腐爛，但依稀可以見到一件完整嘅玉衣。經過清理之後，人哋發現呢件金柳玉衣一共用咗上等和田白玉2480片，金絲1D1公斤，成件玉衣形製完整，完全按照劉勝嘅體型訂製，長度1.88米，肚位仲微微隆起，呢亦都說明咗劉勝生前嘅體態特質。玉片由頭到腳拼合得天衣無縫，就好似一套玉製裸內架。而製作一件咁樣嘅金柳玉衣，就算係熟手工匠，都要耗費10年時間。西漢嘅規制係帝后合葬不合陵，即係皇后同皇帝葬喺同一個地方，但各自建立陵冢，距離唔會好遠。呢種做法叫做同墳異葬，咁就說明劉勝嘅夫人應該亦都葬喺附近。專家組立即喺附近尋找，果然根據對附近山體石灰層嘅觀察，佢哋揾到咗劉勝皇后嘅墓，呢就係滿城2號墓。打開2號墓之後，專家驚奇咁發現呢度甚至比1號劉勝墓更加寬敞。呢個說明皇后係喺劉勝之後先去世，所以墓穴嘅建造工藝亦都有提高。
只不過2號墓入邊嘅隨葬物品就比1號墓少好多，而且精美程度亦都稍遜一籌。呢係因為中國歷史上皇后嘅墓葬級別一般都低過皇帝。不過2號墓入邊仍然有一個巨大驚喜，有一件完整嘅金縷玉衣，而且係女版金縷玉衣。呢件玉衣比劉姓嘅玉衣略細，但係長度仍然達到1.72米。上衣嘅胸部同背部所用嘅玉片比較大，胸部嘅玉片係用絲織物編織而成。呢次發掘提供咗2件寶貴嘅玉衣，填補咗中國考古史上關於玉衣嘅空白。其中劉姓嘅金縷玉衣被列為中國64件禁止出國展覽嘅文物之一。自從河北保定滿城縣發現咗劉姓嘅金縷玉衣之後，人哋就意識到一定仲有未被發現嘅漢墓，而入邊就一定仲有金縷玉衣。喺古代，徐州地區屬於楚國疆域，呢度埋葬住12代楚王嘅陵墓，但基本上都被盜過。有一位叫做王圻嘅考古學家嚟到徐州之後就發誓，一定要揾到一座完整嘅楚王陵。所以喺工作之餘，佢每日都會去徐州附近嘅山入邊行一轉，問下村民邊度有墓葬傳說。尤其係1984年喺徐州東郊嘅獅子山，有一位農民挖地嘅時候，發現咗一片楚王陪葬坑，入邊出土嘅係一批唔同於陝西咸陽嘅兵馬俑，亦即係徐州彩繪兵馬俑。呢件事令到王圻意識到，獅子山附近一定有一座漢代帝王陵，因為呢個陪葬坑一定有佢嘅主人。經過7年尋找，王圻帶領考古隊使用當時地質勘探學嘅先進設備，喺唔破壞山體嘅情況之下，對獅子山以及周圍進行咗大規模細緻搜索。呢係一項非常耗時耗力嘅工作。最終喺1991年，佢哋發現咗一座疑似楚王陵嘅陵墓。而當時為咗保密，佢哋冇即刻對外公佈，而係喺夜晚，有一名叫做邱永生嘅年輕考古隊員獨自落到已經挖開嘅墓道入邊，一個人入去探個究竟。到咗夜晚，邱永生拎住燈，獨自一個人走入漆黑嘅墓道。佢發現呢係一座規模巨大嘅陵墓，符合漢王陵嘅特指。正當佢小心翼翼一路向前行嘅時候，卻越行越覺得奇怪，因為呢度實在太乾淨，乾淨到令人心寒，完全唔似一座皇陵應該有嘅樣子。成條墓道同耳室都空蕩蕩。呢個說明呢座陵墓早就已經被盜，而且仲被盜得非常乾淨。就喺邱永生行到主墓室嘅時候，手上盞燈突然熄咗。經過一輪折騰之後，佢終於睇清楚呢度嘅嘢。呢係一個巨大玉棺，即係喺木棺外面貼滿玉片，睇落晶瑩剔透，工藝水平極高。到目前為止，中國亦都只係發現過3尊玉棺。因為呢個玉棺實在太巨大，所以盜墓賊冇辦法將佢運出去，先至遺留咗落嚟。邱永生借住燈光，開始仔細觀察呢個玉棺。玉棺上面每一片玉片都用4粒金釘固定，但係呢啲金釘就被盜墓賊全部拔走晒。呢啲金釘足足有幾千粒，成個玉棺做工實在太精美。邱永生一個人欣賞咗好耐。就喺邱永生興奮嘅時候，佢突然發現玉棺嘅蓋被人移動過。佢第一個反應就係入邊嘅玉衣俾人盜走咗。果然，借住燈光一睇，玉棺入面空空如玉，但係喺玉棺周圍嘅泥土入面，佢摸到好多玉片。隨住摸到嘅玉片越嚟越多，佢確認咗呢啲玉片就係金縷玉衣上面嘅玉片。而呢啲玉片點解會出現喺呢度呢？原因係喺古代，玉衣係皇家專用，如果成件完整盜出去，根本冇辦法出售，而且仲好容易被捉。如果拆成一般玉片出售，價值又會大打折扣。所以盜墓賊將呢件金縷玉衣由玉棺入邊搬出嚟之後，就將上面嘅金絲全部抽走，然後遺棄咗啲玉片。今日我哋見到嘅呢一件金縷玉衣，就係由呢啲散落嘅玉片重新修復而成。最後經過清理，呢啲玉片一共有4248片，比劉姓嗰件金縷玉衣嘅玉片數量多成1倍，而且做工更加精美。最後亦都確認咗呢座皇陵就係楚國第3代楚王劉武嘅陵墓。而劉武當年不滿漢景帝削藩，曾經起兵反叛漢廷，掀起7國之亂，最後兵敗自殺。照道理講，咁樣嘅人死後應該唔會再享有尊榮。但係根據呢座墓葬嘅規格嚟睇，漢景帝對待同姓親族入面嘅叛徒，喺佢哋死後仍然俾咗應有嘅尊重。呢件修復之後嘅金縷玉衣被放喺徐州博物館最中心嘅位置。比起劉姓嘅金縷玉衣，呢件更加精美，而且亦係目前發掘出嘅10多件金縷玉衣入邊最精美嘅一件。劉武呢件玉衣，4000幾片玉片按照身體部位被切割成各種形狀，有方形、有圓形、有曲面，而且每一片都經過細緻打磨同拋光。成件玉衣睇落光澤奪目，晶瑩剔透，而且玉片用嘅係新疆和田上等白玉同青玉，工藝水平簡直超凡脫俗。呢就說明漢朝皇帝同貴族下葬時嘅奢華程度遠遠超出現代人想象。佢哋對永生嘅狂熱追求，導致後世對漢墓進行瘋狂盜掘。
而去到三國時期，呢種盜掘其實已經非常泛濫。當時魏文帝曹丕有見漢皇陵大量被盜，於是下令禁止諸侯同貴族着浴衣下葬。所以今日我哋能夠親眼見到呢啲完整嘅浴衣，其實係非常幸運。呢啲浴衣係中國傳統文化同高超手工藝嘅完美結合。